歡迎大家收睇沙中 Live 近你嘅如睡由中。今次咧帶大家咧一齊嚟到沙田文化博物館。我自己咧就好鍾意嚟沙田文化博物館嘅，因為咧佢又近呢個沙田站啦，又近車公廟站啦，非常方便可以嚟到呢個地方。嚟到正門嘅入口處見到有兩隻漫畫公仔，咁咧唔知大家知唔知道係咩咧？喺留言區話俾我聽啦。見到正門有兩個漫畫嘅角色，就知道咧今日會帶大家一齊遊覽萬眾同樂幽默港漫格格趣嘅展覽。咁一入到去啦，可以見到好多唔同嘅展覽嘅簡介啦。大家有時間可以去留意一下裏邊啲文字同埋內容嘅。咁最重要啦，就見得到咧一個入口處咧就會有一個好大型嘅打卡位啊！咁咧就令參觀者咧就好似置身於漫畫嘅世界裏邊。唔知大家有冇知道裏邊有啲咩嘅漫畫嘅角色咧？俾住一部分嘅角色大家睇下啦，有興趣嘅記得同屋企人嚟打卡，或者嚟參加我哋中心嘅活動啦。接住咧，我哋繼續向前行，就會見到一個好高嘅書台。咁呢部分咧就係講解一下漫畫家咧喺製作漫畫嘅辛酸嘅過程，同埋點樣創作啲漫畫出嚟。成個展覽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互動裝置，包括呢個大銀幕啦，上面咧有好多唔同漫畫嘅角色咧會出現俾大家打卡。咁另外我最中意咧就係一個叫做漫畫哈哈鏡嘅裝置。只要咧你行近嗰個鏡頭咧，你就會咧化身咧入唔同嘅畫風嘅角色喎。你可能變成一個 LEGO 啦，你可能變成一個中國風嘅人啦，然後有漫畫風啦，有人畫風啦，好特別。假如大家行到攰嘅話咧，有個地方咧都可以俾大家坐低睇漫畫，成個展覽都好細心。趁住時間，2026年嘅3月9號之前就嚟參觀啦。